七哥，而家啲演員咧好欠缺修養，文搶武搶一樣做法，係可以文搶武做，武戲文做，咁但係都要分開下角色啊身份噶嘛。呢一啲咧就係演員的自我修養。其實咧，所有動作都係要因應個演員而配合做嘅。嗱，我哋戲班戲曲嘅上馬抽象式，拎一支馬鞭就代表一隻馬。係啊，不如咁啊，我哋示範一下唔同身份角色嘅上馬動作。好啊。我哋粵劇《羅邊花》認咗第二，相信都冇人敢認第一啦。